正要让咱的热青的议长会使放心继续落复选。未来的几天，台湾的副总统已经徛在这咯。大家有同意无？有同意无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正要让咱的热青的议长会使放心继续落复选。未来的几天。 台湾的副总统已经徛在这咯，大家有同意无？有同意无？有同意无？有无？有无？这无我会报啊，这伊周刊嘛无报的，这个啦放假林长做的小报有报尔。各位，这款的消息要都摕到，无可能的代志，所以我要甲大家讲。 这款台湾的人才，这款台湾人才，你著甲留咧台南，安尼就唔对啊啦！是毋是爱甲送个总统府？好啊无？好啊无？哇，姐姐，林长佐，林长佐，林长佐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，祝咱台湾2020由咱蔡英文。 台湾的价值继续为咱台湾人民来奉献。刚才我们主持人他也是忘情演出，对，这不是谁好的。那你自己怎么看这个？我当然是尊重，我想尊重蔡总统还有赖院长自己本身的一个意愿，但是我们本来也是跟赖院长有一些闲聊的时候会聊到一些啦，所以。 我觉得在什么样的岗位可以促成台湾的团结，我觉得他主要的考量是这个。看起来赖院长要间接承认他是没有否认。这可能就要问他本人。对。那你们闲聊的内容大概？既然是闲聊，就没什么。对。但是目标都是怎么样能够团结，那能够激发每一个这个应该说。 希望能够捍卫台湾民主自由的朋友都可以出来投票，我想这是最重要的。那有2位党人退出时代力量，那我退出时代力量之后就不是很清楚，也没有什么管道去了解党内的一些问题，然后党务的问题等等，所以其实也没有办法评论。那不过吴峥跟亮君都是很优秀的年轻人，我也相信他们会秉持初衷，继续在政坛上面努力。所以在退党之前有争取过意见？没有。